睇清楚。聖神降臨節係教會一個好大嘅瞻禮，同我哋教友每一個人呢都有密切嘅關係。我哋每個星期日喺彌撒當中都會重新宣認我哋相信天主聖神，他是主及賦予生命者。佢俾咗我哋聖神七恩，包括咗智慧、聰敏、超見、剛毅、明達、孝愛同埋敬畏。我哋得到咁多恩寵，有冇善用到呢？有冇善用呢啲恩寵，能夠繼續去履行我哋福傳嘅使命呢？今日我哋聆聽嘅第一篇讀經係《宗徒大事錄》嘅第2章。路加敘述聖神呢係喺五旬節降臨，而《若望福音》作者就話喺復活節當晚，耶穌就派遣咗聖神。我哋點了解呢個唔同地方呢？首先從神學嘅角度，我哋知道基督嘅逾越奧蹟係整全嘅，係唯一嘅，包括咗耶穌嘅死亡、復活、升天，同埋恩賜聖神係同一個時間完成嘅。就喺耶穌死亡嗰一刻，若望話，當耶穌喺加爾亞律山上邊低下頭嘅時候，佢呼出最後一口氣嘅時候，就派遣聖神。五旬節係猶太人一個好古老嘅節日，係紀念喺逾越節之後嘅50日，慶祝以色列子民佢哋到達咗西乃山，即係梅瑟上咗山，喺嗰度同天主相遇，並且喺嗰度接受咗天主頒布十誡。梅瑟將十誡通傳俾以色列子民。猶太人為咗感謝天主對佢哋呢種厚愛同埋特選，佢哋確定咗一個節日，就係五旬節，同埋話聖神就係五旬節呢一日降臨喺宗徒身上。路加其實想講喺聖神降臨節呢一日，聖神代替咗古代嘅五旬節，並且成為基督徒新嘅法律標準。天主認為，如果人係擁有一顆新嘅心，外在嘅法律就對人唔會有好大嘅作用，因為人就可以因住內心嘅推動而自然咁朝住聖善嘅方向行動，而愛就係精神嘅新法律。如果人被聖神所充滿，就會發生從來冇聽過嘅事，就係人係可以以天主嘅大愛去愛一切。雷聲、風聲、火舌係乜嘢嚟呢？依家我哋睇睇喺舊約出谷記，喺天主賜予以色列嘅十誡嘅時候，就有呢啲自然嘅現象同時出現。如果舊約十誡係借住風聲、火柱、閃電而賜予嘅，咁樣路加就自然用返同樣嘅圖像嚟介紹賜予新嘅法律，就係天主聖神。宗徒能夠講出好多說話語言呢種圖像，其實係路加想描述初期教會一種非常之普遍嘅現象，就喺領受咗聖神之後，信友開始懷住喜悅嘅心情去讚美天主。路加用呢啲圖像表達佢嘅象徵意義，就係教會嘅普世性。聖神要賜予俾所有嘅人，賜予俾每一個民族，並且聖神發揮能力，將失散嘅人能夠再次聚集起嚟。邊個如果讓福音嘅話所帶嚟同埋講聖神嘅語言，咁就會好多人明白同埋願意加入教會，因為愛係人人都能夠懂得嘅語言。呢個基督嘅聖神改造人類，成為一個彼此了解同埋互相關愛嘅大家庭。喺前幾日星期二，我同一班鹽田梓嘅村民開會，探討村嘅未來發展。一開始我哋好感謝天主聖神，因為過去20多年裏邊帶領同埋降福，
使到鹽田只能夠短期10年之內2次攞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嘅優異獎同埋傑出獎，而更加重要，村民復修整個條村，大家能夠彼此團結發展呢個村務。不過當然啦，過程中係有好多爭拗嘅時間，但係天主聖神俾力量我哋去能夠化解同埋修和。而家面對將來，我哋計劃再加強同移民咗外地，特別英國居住嘅村民，我哋更加需要天主聖神嘅引導同埋帶領。我哋深信為人不可能嘅事，為天主聖神一切都成為可能嘅。今日我哋聆聽嘅係《若望福音》第20章，講到門係關住嘅，而當時嘅宗徒佢哋好驚，佢哋嘅心都塞埋。而若望想講，依家復活嘅耶穌就係門徒佢哋所睇見、認識、聆聽同埋觸摸嘅耶穌，但係依家係同以前嘅方式係唔同嘅。復活嘅耶穌基督並唔係翻去原來嘅生活形態，而已經進入咗一種全新嘅生活狀態。當耶穌顯現自己嘅手同埋肋旁嘅時候，門徒佢哋好開心，佢哋嘅反應係令人驚訝嘅，因為一般情況，當人睇到耶穌嘅傷痕嘅時候，本能係感覺到悲傷正啱嘅。但佢哋好開心，佢哋點解有呢個反應呢？唔係因為佢哋好似喺厄馬烏嘅路上遇到主，而因為佢哋自己係親身經驗到主。佢哋確信復活嘅主依家正喺佢哋中間，同佢哋以前遇到嘅耶穌係同一個耶穌。就係嗰位為佢哋願意奉獻整個生命嘅主耶穌基督。耶穌派遣門徒係為咗完成一個好重要嘅使命。耶穌話：正如父派遣咗我，我同樣亦都派遣你哋。而家佢雖然間離開咗呢個世界，但係通過聖神，使到中途可以繼續主耶穌嘅救贖工程。接納耶穌就係接納派遣耶穌嘅父。而家接納耶穌所派遣嘅人，就係接納耶穌佢自己。為咗明白耶穌所託付俾宗徒嘅使命，通過所賜予嘅聖神而赦罪，我哋必須要了解以色列子民嘅宗教信仰同埋先知嘅話。喺復活節當晚，天主實現咗自己嘅許諾。復活嘅耶穌向佢哋吹氣，呢個象徵性嘅動作，向佢哋交付咗聖神。呢個吹氣使人想起耶穌，想起天主喺創世之初用地上嘅塵土形成嘅人之後，就向人嘅鼻孔吹一口氣。耶穌以佢嘅氣息再做一個新嘅人類，從此人再係邪惡勢力嘅犧牲品，而係充滿住力量去行善嘅新受造物。聖神臨在喺邪惡曾經得勝嘅地方，人嘅罪惡就會被赦免、被取消。復活嘅基督委託俾門徒使命，就係赦免罪惡。赦免罪惡乜嘢意思呢？呢個字表達嘅意思就係，一方面係確認授權俾宗徒有赦罪嘅權柄，但更重要嘅意思係要征服罪惡。耶穌賜予俾宗徒嘅權柄係非常之廣闊嘅，宗徒同埋繼承人充滿聖神，同埋有力量去潔淨世上各種形式嘅邪惡。最近呢，湯漢樞機出咗一本《主為我目》嘅自傳書，內容講到湯樞機佢嘅一生，唔單止個人嘅信仰成長之旅，更加係香港教會發展嘅寫照。呢本自傳以真誠而平實嘅筆法去分享佢點樣去面對挑戰同埋喜樂嘅時候，始終以謙卑同埋感恩嘅心去依靠聖神嘅引領，順從天父嘅旨意。湯樞機佢分享自己喺主教公署服務30多年裏邊，最令佢難忘嘅事，莫過於香港回歸前嘅移民潮。2003年香港沙士嘅疫症以及爭取普選等事件，呢啲挑戰讓佢深深感受到信賴天主聖神嘅必要性。教會需要用心去聆聽青年人嘅心聲，要關注老人同埋弱勢社群嘅需要，同埋為不
公義嘅情況要發聲，要表達訴求。今日嘅聖經俾我哋兩個嘅好消息。第一，任何人如果擁有一顆天主賜嘅新心，人就可以因住內心嘅推動而自然咁向善嘅方向行動。如果人被聖神所充滿，人就可以用天主嘅愛去愛一切，因為愛係人人都能夠懂得嘅語言。第二，耶穌派遣門徒為咗完成一個好重要嘅使命。耶穌話：正如父派遣咗我，同樣我有派遣你哋。而家主耶穌雖然間離開呢個世界，但係通過聖神、通過宗徒、通過教會嘅成員，繼續主耶穌嘅救贖工程。回應今日嘅讀經，讓我哋多啲向天主聖神呼求，祈求聖神降臨喺我哋每日嘅生活當中，並依靠聖神嘅恩賜同埋力量，主動咁去做多啲更大嘅愛心行動，努力咁以心懷聖神做好每日嘅大小事情。就願天主聖神永受讚美。阿利路亞。